總結12天理財精進是一部面向大眾的系統理財指南。作者以12天為框架，將零散的金融知識拆分成循序漸進的閱讀路徑，讓讀者在短期之內完成從理念到工具、從防守到進攻的理財認知升級。全書核心可歸納為3條主線：理念先行、工具為王、風險護航。以下按目錄順序對12天內容作鳥瞰式總結。前言：如果我有1個億，作者先拋出億元幻想，財富的名義增長並不等於真實購買力提升，真正拉開差距的是投資與再生產的能力。因此，正確的財富觀是駕馭工具而非幻想暴富。Day 1，現金管理可以這樣玩，現金是理財的出發點。作者主張把活期、定期替換為貨幣市場基金，利用 T+0 快速贖回，兼顧流動性與收益，突破傳統存錢思維。Day 2，銀行理財的5門秘籍。銀行理財以股收為主，明確期限與業績基準，適合風險偏好較低的投資者。作者給出期限循環產品轉讓、分散多家銀行等實操技巧，提示不要被高預期收益迷惑。Day 3，公募基金的選基大法。基金是大眾投資者的大炮。作者提出分位法和3要素法，通過歷史分位篩選表現優異的基金，並從經理、產品、公司3維度做基本面考察。Day 4，保險配置的最優方案。保險是先保後賺。作者用1+5模型闡述不同人生階段的保障重點，單身以重疾險為先，家庭頂梁柱需全險，老人與兒童則側重醫療與意外。通過標準化條款與4要素甄別，避免被營銷話術裹挾。Day 5，巧用貸款實現彎道超車。貸款是逆向理財。在通脹與收入爬坡背景下，合理舉債可放大收益，但必須區分消費貸與經營貸，把握期限與利率匹配，以免富翁提前到來。Day 6，信託與專戶的入場券。信託被譽為合格投資者俱樂部。作者給出8看指南：看產品類型，看項目性質，看融資主體，看還款來源，看質押率，看擔保措施，看信託公司，看銷售渠道，幫助讀者識別優質項目。Day 7，私募基金的資本盛宴。私募分為證券、股權、資產配置3類。股權類門檻高，週期長；證券類靈活度與透明度兼具；資產配置類適合希望再分散的高淨值人群。合格投資者標準與資管新規共同構築防火牆。Day 8，股票與期貨的萬花筒。股票讓投資者直面企業所有權。作者提醒，選股方法雖多，但結合自身能力做價值加趨勢雙驗證最穩妥。ETF 與期貨則提供槓桿與對沖工具，需要嚴格控制倉位與集中度。Day 9，房產投資的取經之路。房子兼具居住與投資屬性。作者提出買房為住、炒房雖慎的理念，關注地段、配套、人口流入，警惕政策調控與金融槓桿過度。車位、度假房等細分品類同樣需用現金流貼現思維評估。Day 10，跨境投資與全球配置。外匯、境外債券、股票、私募及保險構成多元化的世界教室。通過分散單一經濟體風險，利用不同貨幣週期、長期回報與波動特性，可與境內資產互補。Day 11，有關理財的一些知識。作者在此集中澄清誤區，風險與收益正相關的是預期，並非保證。加息抑制估值擴張。黃金、收藏、P2P、比特幣各有定位，切忌神話。9期衡量利率敏感度。龐氏騙局的本質是用新錢對付舊錢。Day 12，享受理財，擁抱生活。理財的終點不是數字遊戲，而是生活質量的兌現。作者給出不同收入層級的套餐：12萬元以下重儲蓄與低風險，12萬至50萬元增加權益與基金定投，50萬至300萬元可配置信託、境外及股權。行為金融學提醒我們，情緒管理與紀律執行往往決定最終收益。結語：全書以理念、工具、風險、執行閉環收束。作者方銘輝以通俗語言拆解專業概念，讓理財小白也能在12天內搭建自有的資產配置框架。雖然書中案例以人民幣資產為主，方法論卻可跨貨幣、跨市場服用。
若能結合長期學習與動態復盤，這本書的12天學習曲線將成為讀者終身理財的起點而非終點。應用篇：以下方案以12天理財精進的理念為軸，將12天框架縮為5個可執行步驟，幫助不同收入層級的讀者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用上書中的知識。1. 先立理念，理財是為了生活質量，而不是數字遊戲。作者強調，財富觀決定能否長期駕馭財富。在動手操作前，先問自己：我希望5年後的生活比現在多什麼？是更自由的時間、更安全的健康，還是更大的資產規模？把目標寫下來，作為之後一切決策的錨點。2. 騰出現金流，把活期升級為可投資的流動資產。Day One 建議用貨幣基金替代活期存款，兼顧 T+0贖回與收益。操作上，一張3至6個月生活費轉入貨基；2設置工資到帳自動轉入定投；3應急時優先動用貨基而非信用卡。這樣既建立了現金流緩衝，也養成了自動儲蓄習慣。3保命先於賺錢，用保險給家庭撐起安全網。書中提出先保後賺，並給出1+N 模型：單身重疾、成家頂梁儲存險、老人兒童側重醫療與意外。實踐時注意： 1. 醫療與意外保額至少覆蓋家庭年收入的10倍。2. 為自己投保，而非借給配偶或孩子。3. 定期復盤保額與健康狀況，一旦有重大變化，結婚、生子、購房及時增保。4. 分層配置資產，按4大原則搭好金字塔。作者給出流動性、風險、功能、期限4原則，並將6大類資產按優先級排序：現金繼而保險，繼而固收，繼而權益，繼而房產，繼而私募股權。不同收入人群可參考下列模板分配月可投資資金表中比例，均只可用於投資部分，非總收入。1. 收入層級是月薪少於40萬，現金60至70%，保險10至15%，固收15至20%，權益5至10%，房產或其他0至2%。2. 收入層級是月薪40萬至100萬，現金40至40%，保險5至10%，固收30至40%，權益15至25%，房產或其他5至%。3. 收入層級是月薪大於100萬，現金20至30%，保險5%，固收20至30%，權益25至35%，房產或其他10至2%。補充2條規則：低收入者因門檻高，房產與股權類暫以固收加指數基金替代；高收入者可將閒置資產逐步向信託、境外基金、股權基金傾斜，但每年贖回部分做慈善或再投資，避免到金字塔失衡。5. 動態復盤，把12天學習變成終身閉環。1. 每月記錄支出與資產變動，用現金類佔比比以權益類年化波動與目標做對比。2. 每半年調整一次資產配置，將跑輸業績基準的產品調倉，將保險保額按通脹係數上調。3. 每年復盤一次財務自由度，可投資資產每年度總支出。當比率大或等於12時，可考慮擴大保障或提高風險，以加速財富躍遷。通過以上5步，讀者可以把書中的理念、工具與風險框架轉化為可操作的日常流程。理財不再是零散的購買行為，而是一條圍繞生活質量貫穿一生的決策鏈。堅持半年以上，你會發現現金不再睡在銀行，風險被看得見，投資也有了方向。金句篇：理財的終點不是數字遊戲，而是生活質量的兌現。風險越大，預期收益越高，但結果未必如願。真正的收益來自對風險的駕馭，而非盲目追逐高波動。現金流比賬面餘額更重要，先騰出現金流，再談收益率。保險是先保後賺，用小錢對沖大風險，才是對家庭最經濟的保護傘。與其幻想一夜暴富，不如相信複利和時間，它們才是普通人最可靠的財富加速器。購房很可能是你一生中唯一一次能以極低利率貸到的巨款，也是金額最大的一次投資。資產持有時間越長，正回報概率越大。拉長週期，波動反而收斂。
理財沒有最好，只有最適合。你的年齡、目標與風險承受度，決定了配置的形狀。退休金通常以基本工資為基數，若不提前理財，收入可能腰斬。趁早行動，讓複利替你養老。理財使人快樂，因為它是用知識和紀律為生活增加確定性與選擇權。